喂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呢個7749啊，又同大家咧研究下六合彩攪珠啊！嗱，嚟到呢個第146期啊，六合彩攪珠咧，記得留意啦，個攪珠日期就係12月18號啊！嚟緊係星期日啊，係星期日啊，大家冇搞錯啦！星期六咧跑馬冇六合彩啊，係禮拜日開嘅啊！攪珠時間咧就晚上9點半啦，而呢個截止售票時間咧就晚上9點3，不過一樣㗎啦啊！不過咧頭獎係連續兩期嘅半注中啦，都係中唔晒嘅，連續兩期都係半注中啦，咁所以咧仲有673萬嘅累積多寶咧過嚟呢一期嘅，咁呢一期嘅頭獎基金咧會係1200萬嘅，祝大家好運！嗱係啦，因為咧嚟緊嗰個攪珠時間都係好亂嘅關係咧，為咗防止大家，我自己咧唔係做呢個節目都要成日唔記得咗幾時開六合彩嘅嚇，即係唔係成日望住噶嘛。雖然話啲頭獎唔係好嚇，得個千幾萬、800萬啊、幾千萬咁少，但係都唔好錯失任何一次機會啦。所以我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啦。嚟緊呢一期咧禮拜日嗰期咧，嚟緊禮拜日嗰期咧就18號啦，跟住咧就係星期二20號啦，跟住禮拜四冇嘅，記住啊，星期四冇嘅，到咗星期五啊23號，跟住唔係平安夜，唔係 Boxing Day 係聖誕正日25號六合彩就係18、20、23、25啊，咁跟住嗰期就係20號啦。而家嗰期咧就冇問星期四點解冇，同埋冇問星期六點解冇啊？咁可能都有人會問呢個問題嘅，冇辦法㗎，人類總是會犯同樣嘅錯誤㗎啦，呢個幫你唔到啦，係咪先？嗱，睇下上一期啦，都要講下上一期嘅，上一期嗰度上一期好勁嘅重複重複係，如果大家睇㗎啦，呢個好似有啲似曾相識嘅感覺咧。嗱，上一期咧就開呢一欄嘅145，咁大家嗰度又開32、33、34大家都好似有啲似曾相識。一上個星期六咧又係開32、33、34嘅但係咧老實講啲安慰獎梗係好多人中㗎啦，5萬幾注係咪先？咁5萬幾注中安慰獎算多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最大問題係咩咧？因為六合彩咧，其實我都講過好多次㗎啦，六合彩係隔期重複嘅，每次攪珠情況都唔同嘅啫。有啲人咧，我知有啲人咧係冇買上期波嘅，呢個唔使講嘅，上期波梗係買㗎啦，係咪先？但係你諗下嗱，一個係143，一個係145，隔咗個144期，係咪先？即係星期二嗰期，可能就買呢個32、33、34，但係咧就唔中唔中啊點啊？放棄咗啦，咁放棄咗之後點啊？原來咧禮拜四又開翻32、33、34喎。呢樣嘢係咪叫天意弄人咧？係咪先？真係好難捉下，係咪先？因為六合彩嘅勁度不嬲都唔係話上一期重複噶嘛，即係等於話我成日咁講咧就話，譬如話成日一時候咧就開勁多個位數噶嘛，係咪先？有時一時咧就開勁一個位數都冇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自從開嗰期咧1至到15要689之後咧，又真係好少開翻好多個位數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但係去到年尾啦，係咪先？係咯，年尾喎，數下都原來已經去到146期喎你都知啦上期同大家講咗㗎啦，就係呢個咩9000萬呢個大獎9000萬好運1月1啊嘛大家都係留意住㗎啦，係咪先？即係話嗰個7000萬嘅新年金多寶啊嘛，應該錯7000萬呢走唔甩㗎啦，係咪？不過如果7000萬開翻嗰個咩唔要689嗰個，真係死得啦真係多到你真係蝕死人啊，係咪先？呢啲叫咪叫皆大歡喜真係皆大歡喜，真係多得你唔少係咪先？咁但係去到年尾啦，都希望大家飆到尾會啦，仲有都有你嚟緊都仲有好多期嘅，仲有5隻手指仲有嘅，5隻手指都有嘅係咪先？嗱，禮拜日啦，禮拜二啦，禮拜五啦，跟住禮拜四、禮拜六啦，係咪都有4、6、4、7、4、8、4、9、50、51都仲有6期嘅，係咪先？冇錯㗎，啱唔啱先？仲有6期都仲有大把機會，所以大家咧就唔好錯過啦不過禮拜日都有個好處嘅，俾大家諗下咯，係咪先？因為跟住嗰個禮拜日都係開六合彩啊嘛，先呢下先勁啊嘛好啦，呢個時候咧就嚟到第146期82燈膽時間啦，係啦，因為點解咧係因為咧即係睇下可唔可以登到年尾啊嘛先。咁今期提供就係2、7、20、37、38、48啦，重複一次咧就係7、20、37、38、48嗱，睇下登可唔可以登到10月31先？登到10月31咧，我即係登到成年嘅喎，係咪先？好啦，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記住其實星期二星期二禮拜日之後嘅星期二啦，咁我下個星期嘅7749同大家見面拜拜。